散步的时阵，无说煞甲伊走散。一个爬山的好时暗暝，拄着找无路的阿姨哦，内底足多无款的时阵，大家用花看上了解，希望所以也是对。向中看向运动，对啊，我就是我若是要去找旁边，也是爬去车顶搬顶针仔，虽然较辛苦，毋过我会当做主。你看，咱伫遮风关咧人仔内，逐工看到的拢是头壳顶即片天，我真正无法度安尼呢。算学定到心好，我决定啊，我要迄个感觉足好的世界。我会足欢喜，因为要亲像阿勇阿姨甲讲。贵，就是那个用作最贵的贵，最贵的是我等于我看到这是什么味？我没到这里，我想拢无，我那都水拍下来。那是做那个爆米花，爆米花是材料最大，还有2种糖啊。哦，你是讲因为阿弟突然间离开这个世界啊，死去啊！安尼啊，妈妈会足伤心的，每一个妈妈都会足伤心的，对无？啊，伊伫个厝，逐工就是一直哭，一直七目屎啊。含食饭、食点心的时间到，就拢无心思通去起来。阿弟伫个坟顶悬，看到伊兜啊伫遮，伊看到妈妈一直咧伤心，伊妈妈是做大官的人啊，逐工拢做外派的，啥那拢无要叮当啊，伊就足烦恼。阿弟伊遮有足侪死去的羊仔伫遮排队要过河去做小提赛。啊，遮有一个恶魔，因为落地角啊，有一个恶魔伫遐顾的。了后啊，伊就排队你看，遮个羊仔拢早因伫这个世间啊顶悬上喜欢的物件。有诶爱看册，有诶就是我啥物都拢无znam，我就离开我妈妈。伊看这个羊仔阿嬷，伊搁伫遐吃碰生，伊啊看到因篮仔内底有一支剃刀，伊就紧搭这个羊仔阿嬷借伊的剃刀。来甲伊的毛全部拢剃了后，伊要戳成迄个丝啊，连成迄个丝啊，了后伊就你以为毛就是咱一球一球啊，毋是即种好来，啊伊做成一条了，伊就想讲伊会当安尼顺顺啊落因兜，要爬落因兜。我也个杯子。啊，就风吹啊。了，伊就感觉害害，到遮啊，我差一输啊，我落过啊，伊就用跳的，紧撞入去因兜。但是这个时阵伊是灵魂啊，伊妈妈看袂到伊，伊就足紧张的，就叫妈妈妈妈。你是在说这个小饮食啊？嘿，对对对。啊，伊即马伊伫遮的时阵啊，伊妈妈无法度看到伊安那。伊就一直叫，但是嘛是无法度听到。最后，这个地角恶魔发现伊，就走啊。那要安怎？紧来倒掠转。那伊不要多做题材啊吗？啊，伊要哪去变天使？妈妈就会感觉讲，我的腹肚哪像烧烧呢？哪像较早阿丽在同我叫呢？这就是妈妈看囡仔的角度对吧？伊就想到啊，有一摆寒人的时阵，阿弟啊，上喜欢妈妈要困进去广告。啊，伊广告的时阵啊，就有一本阿弟上喜欢的册，内底是含天气有关系。
那阿弟妈妈拢感觉阿弟的笑容，就是像天星安尼，足兄吧。啊，有一届阿弟伊第一届要使用加高仪，啊，伊的头发全无去啊，伊就感觉足温暖的，伊会当无违和过河啊，伊足欢喜的。了后，这个恶魔那像和伊做斗大的共款哦，伊就拿一条绳啊。用伊的棍啊变出来，怎啊变成一串流星安尼挂在云顶挂。伊妈妈看到这串流星，看起来就知影讲，哦，我阿弟伊去做小比赛啊，阿弟嘛会当专心去做比赛，无遗憾啊。伊阁想起因阿弟倒来伊身躯边，好样啊！多谢大家，今日。咱光之使者哦，大家敢有对圣经有了解？无。你哪有圣经？讲的是。我们先啊，对啊。看着阿母，你随着会当看着阿母。分头子，啊！你做小比赛的时阵，看着阿母拢在创啥？手高啊！手高啊！哎，手高啊！哎，啊！你刚刚啊？啊，请问妈妈敢是你家己囝？你家己囝？啊，你敢会当顶吧？跳落来。啊，毋是爱先去一个所在，看我怎跳来。哈？哈？有一个梦。啊，过来咧。哎。过来咧。过来，要安那？你要投胎进前爱安那？还真正搞。我叫变好一支过来，那是老师，那是阮伫遐迄学校的老师教伊的啊。我发现讲，这个对囡仔迄个正常的运动吼，足好诶。是。啊，拄啊符合咱即个主题。你安尼反头，手北配合。我已经在翻头咯。所以出票。